住咯喎嗱，最後嘅動作啦，基本4步嘅7閃。好嗱，落左嗱，睇住咯喎，撇腳，中，收氣，呢度係排氣。嗱，右，隻手托上嚟就係收氣，隻手心向下咧就係排氣。嗱，再嚟一個右，收氣，排氣。好，再嚟中，嗱，捧啲氣上嚟就灌氣。嗱，落去咧就排咗啲氣唔要，再嚟左，排氣。中收氣，排氣，好啦。咁接住下一式咧，叫轉身運動。轉身運動咧，隻手咁樣擺過嚟，左腳向呢邊撇腳啦，撇腳反手，記住啊，嗱，過嚟啊，撇腳反手心向前，然後內轉90度扣腳，睇住我啦，咁樣，係啦，嗱，咁樣啦。呢個名稱叫轉身運動啊。個兩手過嚟，然後腳跟提起嗱。一路向上灌，一路震動，中間手指插住個腹股溝，腹股溝，然後下蹲，手指公咧按住個叫筋與穴胸部對下，筋與穴，坐晒落去，自然坐晒就得啦。眼望前方，離點上顎保持，然後咧呢個名稱叫做安睡歸氣，安睡歸氣。如果初練嘅時候咧，就擘大眼。如果練得熟嘅時候，企得穩，個人唔怕搖咧，隻眼就微微掀埋佢，留一線，養神呢個叫做安睡歸氣，係可以掀埋眼嚟練嘅嚇。好，咁你同自己數5聲啦。如果踎得耐啲，可以踎耐啲嚇，但係一般你都要5至8聲。安睡歸氣安睡歸氣，安睡歸氣，好啦，完成啦，上翻嚟。慢慢上下，如果血壓唔好咧，唔好急上，慢慢上落嚟。下邊手打開，上面嘅手保持冇喐，打開，然後隻手先放翻下丹田。嗱，做翻個動作，呢個叫做第64式嘅叫收式。收式向前捧起個頭，落翻嚟，手指斜相對，向翻自己嗱，向翻自己落嚟，落到小腹。停3秒，咁呢個就完成嘅硬功嘅前64式後嘅段嘅。